各位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姑刘浩明。客家话有一句话讲：人卖注重田，莫忘注重人。其实也要注重人，地方讲的唔单止係客家話，其實講嘅話係客家文化同客家嘅風俗。但是，聽到時代進步，我哋許多風俗都已經簡化為，譬如講喺婚喪喜慶地方，我哋以前嘅人認為佢重要嘅一種禮俗，因為更加有人推理嘅，過生活變得佢簡單。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都係對我哋傳統嘅客家嘅古典嘅祭典同埋我哋禮俗，佢有研究嘅蔡義文蔡先生來到我哋現場，而家同我哋紹介我哋傳統客家嘅祭典同我哋嘅禮俗。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蔡先生來到我哋現場。蔡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蔡義文，對面落來，今日最高興來到福起來嘅。蔡先生吼，我請問一下吼，因為咁嘅見解啊吼，其實講起結婚啊，其實幾簡單，有啲會像我哋有啲同學啦、好朋友啦，訂婚結婚同一年，但是我記得我爸爸媽媽幾年推地方吼，其實冇咁簡單嘅。你會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其實咧我哋客人咧傳統風俗地方又好，早期啊，我結婚訂婚一條事情，我有乜過程？喺我哋做古禮來講吼，我哋會講啊，我結婚吼有乜嘅六禮啦吼，啊有納吉啦、門面啦、納菜啦、吼納贈啦吼，嗰個都那個搶起。再來就請養，我哋講六禮，但係有按呢我哋禮記裡會講嘅啦。但是今年人一般都冇這樣嘅呀，我哋用白話來講吼，一開始我哋都來去，我哋講我哋看什麼嘅呀，嚇，看什麼我哋都講要提親啦，要提前，嚇提前。底下唔想，我一個人看什麼，我一個人提前底下嚇，我帶些東西去。帶東西吼，基本上唔是講佢隆重，帶水果都好嘅。個帶水果基本上我哋做得帶，我講蘋果也都有含義，都平平安安啦。咁冇帶詩誒，詩誒事事如意啊，有事相求啊。所以我哋拿帶水果吼，我有一個含義，所以都帶兩款，一定要抽送啊，都帶水果去都好嘅。嗰都要提前，都講，講到好吼，咁人什麼地方係同意嘅吼，咁都要寫白詩啊，黑白詩。個黑白詩一般我哋以前嘅做法，喺白詩寫落以後吼，我哋講啊，對我哋講都祝禱，都講阿公婆的是咧，那3年內吼做唔得有乜嘅事情咯。沒有上大沒做唔得，碗筷打壞也沒做唔得，反正這3月內冇事情，安尼吼都是大好好嘅。你講有3月內有家庭地方係有出乜嘅事情，安尼可能大家都冇唔係個吉利嘅吼，可能大家事情都會唔會上啊。所以我哋都會黑白詩以後，過去講黑白詩，3月都冇事情。都是講我哋打寫來寫每白詩佢黑，加多來收天啦。收天唔係天婚，收天都講都將我哋買屋嘅嗬，看到買屋嘅喺隔意嗬，我哋都會先拿啲天金，所以一般我哋收天，我哋都會拿啲金子，拿啲金子表示講，我哋加多結天，拿錢絲嗬，加多結天嘅。咁喺結天以後都開始加可以嚟來叫嚟訂婚，訂婚底下寫來都會準備這個我哋講那個6禮啊、12禮嚇，去到什麼地方辦理訂婚。訂婚過後還有啲我哋講搶起嚇，今年人有做，但是唔會特別做啊。其實我哋訂婚過後忙住結婚咧可以嚟。結婚看日嚟底下嗬，看過日嚟，唔係講人哋寫嚟結天都好，看好日嚟一定要拿一本什麼地方，要尊重什麼地方，拿很多搶起，本什麼地方講咁人哋都看到嚟日嚟嗬，嚟結婚咯，咁人哋講因為做得冇，很多搶起，咁喺什麼地方講做得好，咁都結天嚟日嚟。
都来结婚，结婚我哋講親緣，強緣，都會開始都等於嚟結婚，那都一般人哋以前人哋講六禮啊，你長期啦嗰件人哋用多件現代人體育人嚟做，但是見咧現代人冇安尼做人，有安尼做嘛？冇啊，但是我聽先生安尼解說的我發現講，真是各有道理呢，因為講。我哋以前的人人同人認識冇從前咁簡單，可能我哋同事啦、朋友平常都會出去，買個名啊、買個東西、買個綠地，可能買個上升啊嘛，點就寫，嗰啲東西全部都冇能清清楚楚的。但是以前冇啊，以前誰來同誰冇可以接觸冇按到，嗰種頭都講開始門名，也只是會有一種，你看上買人的模樣，可能這個連以前買個名。都唔知哦，從來冇講過。係啊，從來冇講過呢。係啊。個門名啦，然後還有門日期，尤其係八字嘅部分。以前人他拍部分，你真的冇講過，偷親球啊，真係最重要一件事情。有啲講偷到同客入行業唔合啦，其實我講啦，對兩家人嘛冇好啦。嗰時你講那八字搶落以後，然後表我同人哋神主牌，嗰種身邊人咧冇乜嘅事情咧，都表示講兩個人咧合拍是係可以合嘅啦，你講啦，講八字一件事情因為我錄下去用5個姐姐嘛，後來我發現講我媽媽以前幫我哋嘅生意啦，全部係錯唔錯嘅，因為可能其實萬歲時候要佢讀書嗰時啦，老師講我哋咧讀算紫微斗數啊，出生年月日其實我哋咧身份證寫過清楚沒？那叫出生啦媽媽明白就講早晨8點，而且對唔會同講，那叫我後來我哋發現我做乜嘢呢？後來我媽媽講，一個人本人拿一堆八字，嘿，我媽媽上個過程，嗰時候預備真正我就要結婚咧。我那發現拿一個寫譜嘅上面講唔係啱邊3點叫嘅，因為我以前冇一樣，有冇早晨8點。嘿，嗰時候譬如講八字對幾時節的人真是最重要。唔希望講這個每八字隨便俾人拿來對。嗰時其實你講從現場所講嘅，按人的故事，雖然講過法事也過長，但是也意思嘛，真是過有意思呢。按你看下看來對啊，那就以前的傳統嘅因為以前太不世代世妹冇見過面咩所以一天都只有規矩啦，一步一步來。其實相同對今日的現代人來講也有一個那個就是一個過關過關一點來控制，唔係講一下都拖來。像以前人嗰種人冇見過面，一下都拖過來，連結婚典禮能看到嘅咩個度安尼佢冇一定會但是以前是講人命嗰啲講件嘅人可能，嗰時都等於講，其實更加人因為可能工作強化認識的啦，冇得特殊強化認識的，一種認識的過程地方都等於縮短了一啲門名啦，幾多東西，你最尾都存，後尾某個時間天婚，某個時間過天，某個時間結婚呢，都被後一所有嘅那過程濃縮嘅變成後尾嘅集團用嘅。當然嘅話，從我哋結婚嘅話，我哋客人嘅結婚有乜個特別嘅地方？我都講我哋南部嘅客人，我哋南部客家人多見係有啲該特殊嘅一啲，尤其世代嘅。世代嘅結婚以前前人一定冇限，做乜講一定冇限？而係去見外祖，見外祖係啊。乜講外祖外家嗰邊嘅祖先係咪？都會見阿妹祖先。那都係啲那個飲水思源那個那種嘅啲觀念。世代嘅結婚前日而要準備差唔多7、8副嘅身體都係用豬肉、雞肉嗰下你雞春用酒啦，買還做神燈板，差唔多7、8副。見嚟見神明嚟。因為我結婚咧，感謝那條神明咧，父親咧那條神明咧，以前對我照顧，所以搭車神明咧，搭車八公，客家人佢從事八公，所以見八公，見神見八公以後，還去見阿妹嘅外家嘅祖先，媽媽外家嘅祖先，
阿媽會愛家祖先，阿太愛家祖先，所以已經3代人的祖先，咱都敬愛祖。爸爸就是媽媽的娘家，媽媽的娘家，祖母的阿公啊，就是阿媽的娘家，阿太的娘家都愛世代的。所有姻親的這片全部都要經過。都愛世代的爸爸、阿公、阿太，吼3代人的爺姐的愛家全部都係敬人的祖先，俺都敬愛祖。做乜個會有安尼嘅風俗咯？安尼風俗也俾意義係乜咯？那都係一種飲水思源，因為俺哋客家人，俺哋會講啊，俺哋個重男輕女，但是其實俺哋對社會俺哋地方俺哋個尊重，吼我結婚咧，我一天去跟到媽媽的娘家嗰度吼，我計邊個，邊個講啊，甲萬年我結婚了吼，來感謝人。另外，因為嗰度我家大鄉吼，平常嗰時候聯絡，留那機會，每大家都在度聯絡，老習慣吼，多見係會睇係做。嗰種敬愛祖啊，吼，唔單止係一個特別的禮俗，嘛係一個貴重情誼的禮俗。休息一下哦，下一趟我哋埋嗰度嗰精彩嘅事情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堂節目我哋嘅來賓蔡宜文、蔡先生，同人講我哋南部有敬愛祖嘅一種風俗。其實除了敬愛祖以外，我哋南部有個乜個特別嘅一種祭典啊，無論乜個傳統嘅風俗。其實我哋結婚底下吼，敬愛祖只是一個上半部。上半部，下半部。我結婚前一年吼。敬愛祖咱一部分的哦，敬愛祖下嚟以後歸落下敬內祖。敬內祖也幾重要啊，吼。媽媽這邊咧講係講係今年生意嚟結婚的哦，吼，討家的哦，吼，講係的，一天同的這個祖先。係啊，敬神明咧，敬愛祖以後歸落下敬自家的祖先。敬自家祖先吼有2種方式，一種早期係講我都種植吼。咁我以前還是古塊肉嘅，家都有曾經有許願嘅嗬，家可能都係用嗰種用種嘅完成嘅祭典來辦。嗰係講啊，家係唔是按用種嘅嗬，相同嘅來見，相同準備身體都去見一家嘅阿公婆，見一家阿公婆，大多就見內祖。個見內祖簡單咧，都相同用身體來見。嗰係講嗰用種咧，以前韓式嗰塊肉啊，咁我裝置家都係用完成咯。咁完成咧一種祭典嘅過程係樣咯。完成一般人哋講拜天公，拜天公都大家都啲講，拜天公都係完成。其實完成咧也儀式臨暗頭，準備拜天公底下嘅，都係睇老輩搭熱嘅壇，先變歌。跟神明咧，邊個講今晚部提大師咧，有乜嘢做乜嘅，精神嘅發通，個請所有眾神安排啊，全部下來，那都先邊個搭一個壇，然後我哋結壇，先結壇先邊個以後都安不頭，以前都安不頭11點嘛，都子時，嗰件我提早啦。今年我提早一些以前都全部喺11點以後，那底下開始都要人哋結搭壇，對老輩拜天公，拜天公底下相同人哋會請神上來做，請神明下來，再來讀一啲書文，讀一啲標文都講有乜嘅事情，今邊乜嘅事情啦，人哋準備乜嘅東西啦，裝嘅東西全部寫起來。跟神明變過以後那最後就請神明來好好的享用人哋準備嘅東西，最後結束底下都送神，來到一個結塔，都係安尼講拜天公嘅儀式。
摆天公结束以后，俺哋跟相传来，俺哋阿公婆用行三献礼的，哦，初献礼、亚献礼、中献礼，俺哋传统的礼，俺哋礼里边有初献礼、亚献礼、中献礼、三献礼，而有那仪式，哦，一次跟俺哋阿公婆来行三献礼，哦，那规套的俺哋仪式吼，做下来俺哋都按照完成。老师，那你讲吼，我真的有，我都开始有印象了，因为以前吼办事时都看到可能喺牙球吧吼，牙球的嗰时结婚，都真的是睇无糖诶，吼，都大阵地呢，都从头都是人讲我结谈，都嗰种作嘅啦吼，作嘅贴上来，好，都贴不过个吼，然后都差不多都真的是一点。好，因为個阿嫲，好，都一陣等呢，然後嗰種要有炸甘蔗，有甘蔗，用炸，有安尼炸嘅，嘿，甘蔗呀，一階、兩階、三階，有三階炭，嘿，然後都開始在捶它，我發現到其實辦事時都看到講感覺嗰種重合嗰樹木啊。对，好，会嚴肅，但是吼，你又以為要結婚嘛，大家又會聽，然後講翻細上嘅，然後又個禮成就開始人飲書本，吼，你感覺到係啲鬼用衝，好，鬼容易結婚一件事情對於呢樣嘅禮儀來講嘅話，都變成一啲鬼尊重嘅事情咧。唔好講啊，我哋兩隻去婦政事務所答應嘅點都好嘅。好，我離婚嘛嘿，就變成講對結婚嘅人嚟講，因為你判案繁重嘅事情，唔係我因為講這件事情真係一個冇簡單嘅事，結婚唔係愛講結就結，係啊，咩隨隨便便啊，加速嘅事情，係啊，好係啲鬼態嘅事情，因為你上屯田嘅我哋嘅神明講，以前照顧人家神明嘛講好，我哋嘅北公嘛好，然後同我哋嘅祖先講。同我哋都可以做講，我哋有生意嚟結婚嘅喲，好菜喲，我頭家喲。嗰種其實按你禮數其實看好了嗰種我哋以前我講繁文縟節，但是其實對某一種意義來講嘅話，其實一路同講一件事情唔係一啲生意嘅事情。係啊，咩做結婚嘅呀？結婚唔可能對早晨，嗬，去見神明咧，去跟伯公講，那。無形中都講，我結婚了哦，哦，神明咧又已經都知嘅啊，我去跟媽媽愛祖嗬，阿媽阿太啲度祖先計變過，哦，一啲變過以後，歸來又下佢身中嘅跟天堂天公變過，哦變過又跟俺嘅祖先變過，所有都變過講，我結婚咧。做唔得隨便離婚呀！係啊，哦，唔單止講喺我哋兩曬講好嘅哦，我哋全部人都講，全部同意啊！連天堂嗰個神明咧就計講嘅嗬，所以以前啲人結婚嗬，一結婚以後都唔敢離婚啊，因為我哋神明咧就全部有同意啊，人全部同意啊，所以以前啲人結婚以後嗬，都對那件事情嗬都佢慎重。哦，唔好將件隨隨便便啦。哦，係啊。嗰種其實看好了安尼禮俗地方，係我係會從有意思嘅。係啊，而家嗬唔單止跟一家祖先講啊，哦，連細妹嘅信仰地方咧，像俺哋聽嘢提前迎親的時候嗬，許多細妹低頭，唔係講許間細妹接過來都好喲，許多細妹低頭以後嗬。下愛準備身體去跟細妹地方嘅阿公婆計變過，拜下阿公婆，跟人講，嫁啦慢慢人嗬，嫁來時咧，跟阿公婆講，新娘接到來嗬，來到那屋企以後，要下跟新娘帶去跟人嘅阿公婆。啊，去創業準備身體，創業跟阿公婆講，跟慢慢以後已經都嫁到人那時代啊，所以以前的人嗬，一嚟結婚一定隆重嘅事情啊。唔單止同我哋細妹嗰邊介紹講，而係要學呢一個家人嗬，我哋一邊即家阿公婆嘛係我哋同一類嘅新嘅心橋哦，係咪係變成我哋即家人嚟哦？嗬，大家人互相去保佑伊啊，嗬，無論祝福大家也對新人係把保百年好合。咁將我哋喺以後，我哋都開始
食喜酒的啊，但食喜酒咪有按多贵添冇咯？一般俺是，一般哈结婚，像今年俺的人结婚哈，下边有会几多事情，啊，其实因为今年人，充满都几简单的哈，包括提亲啊、讲亲嘛个东西哈，包括俺讲前面的媒人哈，媒人有骗媒人啊，伊要做乜个唔对，伊到底提亲都要讲乜个唔对，反正伊个材料的食材是来都归来，其实安尼会几多事情。尤其在提前底下，干什么地方面讲底下哈，嗰度事情去讲呢？头东人嚟讲，俺哋去一个礼貌带运东西去，甲一天要讲到整体啊，结婚了哦，甲都要讲俺哋这个先讲，甲那结婚聘金冇，以前啲人聘金哈，嗰今年人聘金冇，俺哋讲拍嘅咩哈，聘金也唔係聘金。有的人要做勇士啦。聘金如果搭家长啦，对价关系。聘金要搭家长，咁我讲哈，咁俺唔是聘金啦哈，但是哈，本人看啊，以前嗰段呀，唔是聘金，但是本人看哈，咁唔都拿30-50萬哈，本人看，協商邊可以嚇？結果用唔完嘅啦。嗰度事情我。嗰度事情安尼哈，所以咧就從聘金嘅事情一定要談清楚。嗰件哈，以前人客家人哈，我有一筆錢，早期係冇錢咯，人哋講阿婆肉。係阿婆肉係，你聽過呢？阿婆肉係啲豬肉咪咯，係點樣？都係甘蔗媽媽啦哈，個阿婆這樣哈，人哋啲係會切大塊嘅豬肉，同人講豬肉去拌鹽，嚇拌鹽色，或者講阿婆肉，個好多用安太塊豬肉哈，唔識唔得係哈。該都值錢，人哋講竹片錢，又講竹片錢，會變成用值錢，講竹片錢。嗱，俺客家人都用阿婆肉，用竹片錢。結果好多人啊，也要變成講李木子啊，李木子，結果迄個買啲竹片錢哈，最多3600-6000元都幾多嘅哈。個見嘅人啊，都會講見到用李木子哈，多少？6萬啊，多萬嘅呀。所以咱想同佢講，咁唔係阿婆肉，咁冇講你講你母子，愛也唔愛，咁係愛多錢，嗱講清楚，你冇講你婚姻搞下不會前度有影響，冇唔錯，你冇拿本嚟，所以咱都想同一件事情都講將唔係阿婆肉嘅事情嚟講，再來我哋底下天婚底下。用天婚，一般天婚底下，我哋世代會攀撐過去。嗰見啲人，一般天婚一天都去到什麼地方，什麼揀下啲東西拿去拜阿公婆咩嚇？嗰見啲人嗰多人都冇阿公婆，冇安尼主堂嘅呀。阿公婆見到喺都市堂裡面啊，冇供奉阿公婆喺上下。加一樣愛攀望，天婚底下愛攀望，因為有那啲東西都準備愛記住咩嚇？個有的人更加唔記住，加那啲東西愛望，係愛也唔愛，那啲東西愛談。咩甚至有的人講安尼，見啲人講乜嘅用乜嘅6厘、12厘東安尼那個冬瓜條啦，呢啲東西以前一大包，見到一細包，樣式做嘅也乾脆唔愛，咁係都乾脆唔愛去記住，拜阿公婆嘅咁係都值3600本去買東西。那就唔愛天婚底下會跟愛撐啊唔撐得到做啲事情講清楚以後，大家都幾好嘅再來見嗰種人，但係食飯底下呀，安尼天婚底下嘅，世代會到什麼地方咩啊？個食飯底下嘅，世代一天有人來，那可能來3桌5桌啊。加拿錢一出冇，結婚底下嘅什麼會到世代大鄉來，加拿錢人哋講好多人壓租金合作嘅拿錢一出也唔出，那合作也唔合，佢因為連鄉下請一桌3600，人哋都上一桌18000樣，一樣嘅比咯，
那种东西都要先谈清楚，讲对啊，清楚。一天讲过清楚，迄幕吼结婚，迄咱来吵的事情哦，实在是没意思。对啊。可是唔管係更加結婚，無論以前結婚，其實某個事情我先講清楚。其實以後等下我哋咪嗰度嗰精彩事情哦。歡迎過來，福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蔡英文蔡先生，同我哋紹介講我哋客家結婚有乜嘅風俗。像頭頭我哋已經講到差唔多愛訂婚嗰度些事情，佢話有乜嘅重點要提醒啊嘛？要談嘅事情吼，其實還有兩個重要，一咧，今日會做糕餅。哦係，做糕餅吼，要慢做，要多快，來談清楚，好講清楚來，再來。有一個習慣吼，本身我哋南部冇，北部人有，但係許多些地方啊，咁麼許多些咩地方吼，都結婚底下呀，咁麼講在訂婚底下，食飯底下吼，北部有一個習慣都講，食到一半都會偷偷這回。做乜咯？做乜冇辦法食得贏咯？係啊，你原來我哋南部冇安尼習慣啊。係。北部有一個習慣吼，食到一半了哦，你做唔得講哦，可能啲安尼四大地方啊嗬，也講四咩地方來嗬，反正都偷偷要做回來，使用到全部都做槍槍。對的，咁呢其實我能講，雖然有安尼風俗咁嘛，可是我能歸難操作呢，因為我講啊，我嚟啲來做啊來做，冇啥不用自跑誒。有種唔得不用自跑嘅哦，演講嗬，來演的意思嗬，北部人演講嘅嗬，唔好甲人講搞啦。不要吃到底呀，哈！好干呢，甲請問一下啊，我食到用嘅，然後唔算把人食搞，我用嘅時節，你哋講講下嚟這位哦。個研究吼講，嘅出來的哈，哈，難度係這位，好，咁那種事情其實好北部嘅安尼風俗，俺南部冇，所以俺哋相同去談，講，咁有安尼習慣冇，佢講冇，咁都食到底咩下，嗬，佢有。加多嘅，所以大家因為有安尼風俗已經傳到全省來嗬，所以大家相當去提出來講。因為其實先生，咱哋講真係發現講，因為我哋而家台灣啊，嗬，好多人啊、客人啊、原住民啊、嗬、外省人啊、嗬，還有啲新住民啊，全部都加喺台灣。嗰時講我真係睇到一啲好多人嘅話，會吃人啊，嗬，佢可能我哋客人冇安尼風俗，嗬，但是可能我哋透過好多人，原本係有安尼風俗。我嗰種我哋一下唔記得嘅話，冇都唔知，結果真係有人講法呢嗬。我見吼，唔單止拖好多人，拖行人嗬，見咧嗬，反正有一啲好事壞事嗬，三姑六婆意見都幾多呀，下個意見，嗬都來講一樣做啊嗰度，所以喺不管好事壞事嗬，一定要堅持。樣做都樣做，但是佢講那條事情要跟對方談嘅嗬，一定要跟佢講清楚，講清楚以後都照我嘅方式去做，嚇，咁去做以後，咁正常都結婚要迎親，新娘帶過來以後，一般我哋入洞房咩嚇，入洞房，一般我哋新娘一出嫁底下嚇，要蓋頭紗，將門蓋頭紗係萬人嚟蓋新娘嘅。咩新娘嘅媽媽哈？好，新娘嘅爸爸。新娘嘅爸爸。好，一般新娘嘅爸爸啦，但是一般人唔點嘅哈。咁像我下擺我要跟人規劃底下哈，我如果跟媽媽挑順後，咁都乾脆都兩個人嚟。啊，即係傳統嘅禮俗嚟，都爸爸嚟計，嚟計頭紗。嗰下擺我就講唔怕，爸爸媽媽強下嚟計做。哦，個先頭紗當然都新娘啦，哈，那都先頭紗哈。以前人愛掀起頭紗哈，會用撐的呀，用撐的。但是唔係講拿撐的哈，一定要撐頭，強下，唔好講撐頭安重哈，都講拿撐的，因為撐不離頭啊，頭不離撐呐，哦，能量咧一個好公婆，所以要用撐的，咁歸落以後，下擺會食鹽班咧。食鴨腸，食腸。哦，當主頭，以前嘅
安尼习惯吼，社会会插信用法，信用要跟婚姻甲插信用法。哦，以前呢经过社会啦，哦插信用法，插信用法都下注，有的会开始以后会送电，哦，送电，车门，哦，对，还有机组，先送电，跟拿南电、黄电，哦一堆南电挂上去，黄电挂上去，一天要送啊平平高，哦，然后求资求电高。哦，所以我送电以後吼，都要記住，啊，跟祖先並過，跟信仰已經來到那些人乜嘅名吼，最後搭車門嘅車門，然後一啲結婚嘅儀式全部完成。哦，其實那條傳統嘅那條結婚吼，以前我談到結婚的嚇，唔係談到人結婚，係談到他嘅呀。哦，有人娶她嘅，有人娶她都啊，都啲嘢，有人結婚呀，哦，所以客家不嚴吼，睇人哋好事地位，真係該重要 TV。嘿呢，其實現在按你講哦，真的發現講，其實以前吼，有些人嚟點萬結婚哦，對冇？但是你就真係日日都睇，萬一都係你娶她啊，要娶她嘅，生意都做起啦，你生意做起年啦，萬一你做好事嘅喲。嗰種以前嘅話吼，係用傳統嘅嗰種客家八鹽係咪？嗰種話攞客家八鹽咯。其實八鹽吼，八鹽呢啲名稱吼，都對佢做以前足球嘅嚇，嚇樂器嘅分類分做八大類吼，按照八鹽。嗰件人哋講八鹽吼，都地方嘅一種吹吹打打音樂吼，人哋都全部用八鹽嘅名稱。每天都講做以前嘅吼，客家咩八鹽，好多咩八鹽，一代傳統講八鹽，但名稱只是一個代名詞，啊，所以大家八鹽都講，人哋講地方人哋講隨他嘅都會講八鹽。但是現在吼，你見啊，真係都變成都慢慢以前我講用錶帶啦，嚇，錶錄音帶啦，我都見根本都完全唔係八鹽嘅。哦，唔係嗰種傳統嘅客家嗰種歌曲，我都不用見啊，嗰種新嘅歌曲嘅。佢種嘅我哋以前傳統嘅音樂方，見佢話有人嚟練習，冇話有人嚟教。見我哋南部嗬，南部係有傳統嘅客家八音團嗬，見到像傳統美濃，哦，北部咩春冇呢度團啦，北部咩嗰少嘅，嗰見南部地區嗬，以前我去做調查底下嗬。美濃那些的客家八音團，還有嗰度團，哦，那其實我喺95年，哦，跟美濃嘅客家八音團，94年第一拍嘅，95年，哦，第一歲時，哦，第一演出嘅以後，哦，歸來我都跟人家美濃客家八音團嘅那團員，哦，全部嘅組織起來，哦，變成一個美濃客家八音團。其實美濃那條客家八音團，其實也一出團那4個人呀，一個隨他2個機器呢，一個大鑼鼓4個人，但是演平常我哋那4個人唔係固定呢，我可能見面要計調，所以變成他家相當於啲客家八音團呢，所以我哋喺我都想講，但他家都係啲八音團嘅人，哦，所以所有人我都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按照美濃客家八音團，哦，對95年開始嗬，個都有相同跟高雄縣政府文化局都計申請，都登錄為文化資產，啊，一直到今到105年都本國家，啊，變成一個重要嘅文化資產，啊，已經105年都國家登錄嘅。個那按多年地位嗬，那條客家八音團，相同那條老師傅嗬，年紀一年嗬，可能對10多年了哈，對60、70歲都已經全部都80多歲嘅，所以咧按多年地位哈，看到那條老師傅年紀大嘅，個有地位一個職位哈，所以我都開始做傳承，跟下客家八音，一個教學，我哋對小學開始到初中，到高中，到社會嘅，我哋一個成立。學講係願意成立安尼社團咧、八音團咧，我哋都去請人啊，咁我哋自己去教，一直到社區我哋對97年，我哋都成立一個社區團，不管學生嘅啦、
台人啊，唔爱学其他嘅语言咧，学传统客家方言咧，我哋都会提供乐器本，唔来相同乐器，我哋向提供，反正唔都来学，唔想去来唔都来，唔想学唔都走，对90青年多件10个人我哋每礼拜我哋都提供这些多件有学过嘅人已经几100个嘢，我見固定每禮拜睇練咧相同有1-2倍，那哋後生嘅啦，咁我都太人我哋嚟學，所以我哋都10個人啦，一直都跟他客家方言嚟做傳承，因為可能一啲團都冇去嘅，我哋真唔長久冇辦法呀，一定會團起啦。但是我有啲具體問題嚟講，我哋記得講我哋以前講我哋中國嘅樂器都冇曲譜咁唔能用我教，你咩其他聲音呢？唔講到係用記得的，伊可能嘛記唔得。還有講唔同都講講，唔記得60歲就帶人出國，見到80歲嘅，80歲要教咁多東西，伊啲體力負荷不了啊。主要教學嘅部分，太不愛睇教，因為呢個路線上講實在也唔曉得譜。以前全部，而且講教人全部我講口傳心授，也用音去啦，叮叮咧當，叮當，都是叮當，唔係像我哋見哆來咪發嗦，叮當我哋講後生嘅人咧彈嘅時咯，叮叮當，你彈嘅時都得乜嘅嘢，相當都冇譜，所以。呢度老一批教真正對我哋後生批嚟講尤其小學生中學生，那就學個難，所以我都跟那就樂譜我都給寫起來。還好，我哋地位啲團長雖然80歲，以前他們70-80歲，以前也很小生的而除了學我哋方言嘅樂以外，因為沒有去學視樂，會吹小手。會吹得到，會彈天子琴，所以對安尼簡譜，英語上面簡譜，多多少少會，所以我都會講，假唔記得咧，發音譜唔寫出來以後，我要再彈完的出來以後，我要再重新整理，整理以後，因為可能原來的這批對音寫出來，但是節拍啊這條東西可能會講唔完所以我要重新整理過以後都本學生嚟練習。終於有啲樂譜留下來係伊啲文化消失歸容易，但是伊啲文化保留歸困難。今日好彩有從車先生嘅按一什麼人，都可以保留我哋客家方言嘅一種傳統。今日佢感謝我哋嘅車先生嚟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咁多客家人結婚還有方言嘅事情。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休息一下大家聽下我哋先生來，一通。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學校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軒，今日要教大家係拉丁有氧，你們準備好了嗎？準備同我同下熱情的搖擺一下哦。想放起來，同欣賞同下來跳舞一下哦。好，同下來讓步。你的手自然擺動就好嘅哦，來加上你的腰位，膝蓋放鬆哦。前面點了前點，髖關節會推出去哈，髖關節中出去。好，4頁哦，1、2、3、4、1，彎邊來，
好，旁边来，旁边。加上你的臀部。假使你没办法跟上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休息一下。等休息后来，咱来同人同他跳舞哦。前面，吸，旁边，好，前点，旁，好。两只脚打开来，放松，左右摇摆，放松你的身体。前前后后，准劈，前后。可以哈，前面，右对，下边了，可是哦，跟上哦。臀部1，老杨看嘞2、3、4，弯片，加上你的手，老杨看，好弯片。好，更加然后按来步伐踏并步，踏并。可以呢，按来更加速度要中脚的哦。正劈好4来。好，更加来做主运动的哦。整批来按交叉，右边，加上数1、2、3、4，可以吗？再一次来1，交叉。1、2、3，好，更加看前上1、2、好上拿出去3、4，慢慢的，红来，再一次哦，准备1，拿出去3，下来4，可以哈。再100来1、2、3、4，好。1、2、3、4，1、
3、4，加动作，2、3、4，好，加好來哦。準備，來1、2、3、4、3、4，加好來哦，再一次哦。5、6、7、8。準備，預備來1、2、下，加上去哦。完片，出保領用的上，下可以哈。準備喺前面來1、2、3、4，1、2、3、4，上面、下面，完片來。加好來哦。5、6、7，來。2、3、4。起起，跳起，起起。兩隻腳搭過來，嚟做啲滑頭，彎片。好，各4個，1、2、3、4，彎片。好，慢慢的下步，從頭開始的哦。大家動作組合起來，準備好了嗎？來哦，1、2、3、4，擦玻璃，完片擦玻璃。好。如果你可能会很累，或者说不舒服，你可以停下来哦。等你休息好了，喝杯水，准备好了，我们再开始，没关系哦。準備開始來1、擦玻璃。再一擺來，眼神。好唔好嘢嗎？起起，跳起。今日動作好唔好嘛？好唔好哈？明日重新上通下運動哦，然後好運動，下擺弄來了。